對於三維空間內兩個非零且互不平衡嘅向量 A 同埋 B， 佢哋嘅向量積又稱為差積嘅定義係咁樣。我哋用右手系統去判斷 A 和 B 嘅差積嘅方向。對於 A cross B， 由 A 嘅方向捲曲右手嘅手指去到 B 嘅方向，咁樣拇指所指嘅就係 A cross B 嘅方向。喺呢度 A 和 B 嘅差積分別與 A 同埋 B 正交。A cross B 嘅大小相等於 A 嘅大小乘以 B 嘅大小再乘以 sin theta。 B 和 A 嘅差積係一個與 A cross B 嘅大小相同但方向相反嘅向量。考慮單位向量 i、j 同埋 k。留意呢幾個向量之中，任何兩個嘅差積嘅大小都係一，所以 i 和 j 嘅差積係 k，j cross i 就等於負 k，j 和 k 嘅差積係 i，k cross j 就等於負 i，k 和 i 嘅差積係 j，i cross k 就等於負 j。